慈善，我希望它是一种公民的习惯。慈善并不一定与突发事件相关，慈善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种平民之间的社会习惯呢？这种善良之举，按中国的一句老话讲，叫做论心不论迹。在这里，作为演艺界的代表，我们郑重承诺，勿以善小而不为。公益是我们毕生要坚守的事业。明天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默默地扛起公益的大旗，分享帮助他人和社会的一份喜悦，这才是中国人爱的脊梁。慈善的概念，也就是说，无条件的爱所有的人类，或者是一切众生，大乘佛教的所有的理念归根结底，利益一切人类乃至一切众生。特丽莎修女是天主教的一个普通的女生，马红斌的可怜孤独的这些众生，她一辈子的生活跟他们一起帮助。她短短的6年当中，也救护了6万多个无家可归之人。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理念不符，这样的起点地的原因就是追随于，也就是70年代。因为70年代的时候，所谓的慈善就当作为做新思想，或者是文革期间的时候呢，整个中国的慈善受到了历史性的毁灭和打击。从此之后长达30年，现在我们的所谓的慈善要重新立起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包括我们现在的慈海相关的资料当中，把慈善作为一个宗教迷信一个行为，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慈善家的概念。第一个建议呢，应该政府部门要健全所有的慈善的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立法。第二个建议，我想我们的所有的参与慈善者也好，或者说所谓的公民呢，从根本上要转变理念。我们从小都是没有一个人格和道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长大之后，为了自私而不断的去奋斗。第三个，我们一定要完善所有的慈善机构的观念，运作方式不合理，这样以后不会有公信力。公益慈善论坛当中的这个善字啊，这个善是确实从小如果我们有培养一个善良的这种心态，我最后用我们的菩提心或者爱心来对待所有的人类乃至一切众生。谢谢大家。
我们人生的价值，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这就是大乘佛法的精神。一时戒下品，唯有利众高。世间当中的其他的很多事情，意义不是很大的，意义不是很大的。唯有的利益众生的话，那么这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利益和价值是最高的这也是佛陀极其欢喜的事情。华严经里面也说了说是令众生欢喜，如来欢喜。我们如果让众生得到快乐的话呢，那么自相续的功德质量自然而然会这个增长。每一个人遇到生命的危险的时候，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财物、一切地位、一切名声，就是让保得住自己的最珍贵的生命。所以这样的这个生命的拥有权不仅是我们人类，同时呢，所有的世界当中的众生都要具有这样的生存权，也具有这样的宝贵的生命。一切男子为我父，一切女子为我母。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当过自己的父母。用慈悲心来放生的话，那么这个功德是极其广大的。哪怕是在1个月当中，或者说1年当中放1条这个鱼1只料，那么这个功德呢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曾经在汉传佛教当中的莲池大师汉山大师印光大师就无数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都强调这个放生。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全智无垢光尊者宗喀巴大师尊者还有全智摩诃仁波切、法王如意宝当无数的智者也是为这个放生事业呢就这个奋斗，并且呢救护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学习佛法呢，不像我们世间法一样的那么简单的，一定要下功夫。下功夫以后呢，我想佛教的智慧当中所得到的这种快乐，远远超过我们世间的各种以感官性而获得的财物的价值。因为外在的这个事物我们一般来讲是要得到很困难的。即使得到的话呢，外在的这些景象呢，很容易就是耗尽，很容易呢就是离开你。北京这边的学佛的人呢，我唯一的希望呢，最好是你们把这个精力呢放在这个学习上你学的越好呢，就是最后对你自己得到的收获是越大的。
洁白的哈达，献上我的敬仰，唱一曲欧玛尼贝贝呼，送上我的赞扬。无论多好的词语，表达不出我对您的感激，您让我认清了人生，把回家的路途指明。感恩您啊，上师，您是离我最近的佛祖，是我灵魂的再生父母，您指引我走出轮回苦。感恩您啊，上师，是我生生世世的依护，是我心中永远不灭的太阳，是您让我从此不再迷茫。感恩您啊，上师，我生生世世追随您，和众生一起走过解脱的海洋。非常感谢大家光临清华科技园今天的主讲人。然后呢，索达吉堪布呢，在国内外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印度、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不丹、尼泊尔等地弘法，并被推认为美国纽约拉荣显密中心的导师。已经印刷出版的著作就有100多本。那么各类文章累计字数超过1000万字。这次呢，堪布就是出席第4次世界慈善大会，然后顺便有机会给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奉献一个精彩的一个演讲。那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藏文化的养生修新方法。现在我们需要一种信仰，需要一种精神的粮食。据统计，现在6个人当中呢，就有精神不振症状的有1个人，一个是买房的压力啊，大城市里面就是买房屋的压力，一辈子都是为这个房屋打工，就是有一部分。还有一个呢，照顾这个老人啊，这是第2个压力。第3个压力呢，教育这个孩子的教育。第4个压力呢，就很多人的自己的这个情感婚姻问题。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个创业者啊，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企业。近1-2年呢，地震呐、旱灾呀、水灾呀，这些就是说发生的特别的频繁。01年到现在出现的自然灾害，远远超过就是前面的10年不测数端的损害，就是整个这个自然挖深山啊，摧坏就是各种地方的一些这个山岩、森林，甚至呢人们的大量的这种科技技术来损害这个动物等等。很多人们呢就是对现在这个心理的调整不足，心理调整不足的话呢，它的这个反射对人们也是带来各种这个灾难。再加上呢，众生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恶业就会频频就是发生这个外境的不安。我是清华同方下属一家企业的主管市场和销售的副总经理，一直学完了入行论，现在正在学前行。有一些那个项目呢，就是跟竞争对手要做一些竞争。市场的惯常做法呢，是违背咱们大乘佛教的一些就是原则的。本身做生意呢，实际上是欺骗，就是
性质比较重的一种行业。从英国或者说佛教的这里来讲呢，是这个不允许的。但如果实在是不得不做，那这样的话呢，恐怕一方面呢就经常就是做这个参会，那么经常呢就是以这样的途径所赚来的钱呢，就是做善事，尽量的克制就是危害就是他人的一切事实。堪布上师您好，就是我是在那个清华大学做名就是编辑，偶尔的发心可能这个还是挺容易做到的，就如何把这种心量能够放大，而且把这种善的那种信念能够让它延长更长的时间。就像现在壹基金提倡的就是一个人1个月发行，或者是这个1个礼拜当中发行的话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志愿者。每一个人呢，就是在从中参与的话，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利益。长期发行这就是对佛教的这个弘法者，也是呢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开蒙您好，我是那个清华大学的学生，唯物主义教育的，从小学一直教育上来的这样的人，使他们接受这种今生后世的这样的观念，并不是很容易。我们要逆转别人的这种信仰，或者说是思想，是的确也不容易的。很希望呢，现在很多学校里面呢，从小都是应该有一种善有善报的这个观念。这一点呢，作为一些父母特别重要，尤其是一些大学生的话呢，他从理论上是应该会明白的，应该给他进行辩论。上师好，我是一名银行的职员，领导会让你负责去在饭店点餐什么的，他要求必须得点一些活的，这样就面临一些这个杀生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就是参会和不参会是参会很好除了这个以外，可能别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如果帮他去点的话，那过失肯定有的。就哪一个众生就是用你的旨下命令，就是要杀这个，所以这个必须要忏悔。堪布您好，我是您的一个弟子，也是2外的一名学生。因为感情特别痛苦、特别执着的年轻人就是特别多。亲子而自杀的、亲子而痛苦的人呢，就是汉地是非常严重的。我以前去过一些其他的欧美国家，但那里又是有，但据间接的了解的话呢，恐怕就是不是那么多的。在我们藏地的话呢，基本上是以亲子而自杀的就几乎没有听过。佛教的一些无常观还有一些聚集避散因缘聚合等等，就这些道理呢，如果说佛的话，也许有缘者呢就是可以听的。老师你好，我叫苏林奎，是在一家公司做投资的。经常碰到这样的很多这种同事朋友说你们信佛教的信六道，那你怎么证明有地狱？地狱的这种存在呢，就是第一个是高僧大德的这种亲身的这种见闻，就像汉地呢就是专门有地狱游记，就是有些高僧大德呢就是亲自就是到了这个地狱，就是他的这个亲身体验呢可以证明。还有呢，佛经当中呢就是已经记载就是地狱的这个存在。如果佛经是这个不合理的话，那地狱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找不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方，造了恶业之后呢，最终肯定会是具有这个地狱。地狱的原因呢，佛陀的这个金刚语，佛陀的这个金刚语呢，是真实的，不虚的。
那么，但藏传佛教有许多非常非常优秀的东西啊。一个它的有教育思想，我们现在在学术界不是很了解啊。那么在教学上有欠缺。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藏传佛教它自身和藏族文化有很深厚的一种关系，很深厚的一种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实际上是我们了解也不是很多。非常荣幸能请到这个堪布呢，到我们北京大学，到我们哲学系，到我们这个宗教文化研究院来做一个讲演，给我们今天的师生一起来听这个堪布做一个讲演，好吧？那下面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也觉得，现代的高等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也应该把目光放在非常神圣的藏传佛教以及这个其他宗教的这个神圣密语。我呢这不过是人们的这种虚妄的分别念就是家里的。如果你真正去剖析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认为是我是存在的，但是我呢就我们对观察头部是不是我，手是不是我，脚是不是我，就人们呢就经常是把这个五蕴的聚合呢就是执着为我而已。实际上真正的我的本体呢就是绝对是不存在的。我是北大教育学院的学生，就是佛学院的教育与学校教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互借鉴之处吗？人类的这个美德的这个发展，就是这是最有这个意义的。就寺院里面的这种这个就是僧人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全部都是围绕这个善良就围绕这个利他，围绕这个忘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体制来就是这个推开的。这种利他和善良的这种教育呢，在现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呢是比较少，就是以后就是像这个《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像之类的一些德育方面的这个学习呢，我觉得高等这个学校就是特别就是重要的。僧人的这种学员的话呢，也需要就是学习就是现在这个高等学校的一些科技方面的知识。参谋您好，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请您开示一下这个自利和利他之间的关系。你要选择利他的话呢，自利就不是很困难的。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任何一个老师，任何一个人帮助众生的心特别切的那种人呢，就应该讲是自己的这种生存就是不会考虑的。我是那个北大哲系的学生，有一些克隆这样的技术，然后把一个生命这样复制过去了，还有一些像那种鼠脑等等，就是这种一些技术。佛陀在佛经里面讲中阴身呢，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有无数的这个生命呢，就是一直弥漫着整个这个空间。在那样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他们呢，就是把这个身体的一些这个因卵子就结合在一起，新生命是没有的。只不过是这个肉体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的话，有时候就是这个中阴身呢，就是可以加入在这个身体当中。不管是讲这个医学，讲生理学，讲这个宏观世界、微观世界，或者说是整个这个空气呢，现在科学家所讲到的所有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没有一个不提及的，没有一个不包括的学问。建立在一个智慧、建立在一个真见的基础上的信心呢，是非常可靠的。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信心，现在这个社会呢，什么都有了一些名声、财富的时候呢，就变成疯狂式的去追求。我是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包括佛教也好，包括儒家、道家，都是向内求的。我们求一个精神上的安稳。对于物质真的没有什么要求。我们对物质的这个重视的同时呢，对内在的精神呢，就是我觉得也要这个重视。如果你没有一味的
全部的目标呢放在这个金钱上、物质上的话呢，内心的这种恐惧感呢就是越来越强盛。比如说中国的这个老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孟子的学说啊，就像是印度佛教一样。印度佛教呢基本上是传入到中国和藏地，以及到欧美国家了。但是印度本身的话呢，如今呢就被婆罗门教已经占到，在中国的汉地的这个传统文化，很有可能请美国人、请朝鲜人来这个弥补这个传统，这就是一种可耻的事情。参谋你好，我是北京大学软件学院的研究生。我在引导我的父母信佛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他们就说我这辈子过得好就行了，我不管下辈子。一下子马上改变可能有一定的困难，长期的要努力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呢，我在我的这个经验当中呢，有些儿女啊，不仅仅是1年2年，就是10几年的努力以后，最后父母也是非常这个虔诚的教徒了，有这样的，你不断的努力，加油。我是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的博士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发展，以及您对这个发展形势的一个评价。现在那个藏传佛教啊，在汉地的话呢，应该是很有这个就可能呢，就是弘扬的非常非常广大，包括汉传佛教的高僧大德，汉地的一些知识分子呢，对这个藏传的这种殊胜性啊，藏传的这种这个不共的一些特点呢，就是慢慢会这个有了解的。汉地的高僧大德和一些佛教徒呢，就是也纷纷的向那个入藏去求学啊。人们得到了佛法的利益的话呢，这个地方就是信守佛法，大家呢就是应该共同就是弘扬就是这样对人类有利的这个佛教。我是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就我们日常吃的食物，甚至一些其他东西里边，然后有大量的这种导致就是致癌物，导致比如说肝肾衰竭这类的化工原料被大量的采用，80%的这种少年儿童得白血病的话，他们的生命的前半年之内有加州吃。没有信仰的话，在《涅槃经》当中也说了，不知后事的人无我不作啊，就不了知后事的话呢，无我不作。人最可怕的就是不知后事，因为你只是为了眼前的，就是为了获得的自己的目标呢，你在这个医院里面呢，他也可以开很多的假药，他为了就是自己的这个利益的话呢，他故意把人的生命呢当这个玩耍品，而在这个学校里面呢，根本不想到这个学生的这个德育或者是他的这个智慧。如果我们真正一个一个的了解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这个食品公司的这个内幕的话呢，可能大家都不敢吃饭了。我们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就像国外一样的这个慈善的一些公益组织。公益组织的话呢，那么我们身边就是需要就是帮助的精神上贫穷的人、物质上贫穷的人。我是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生陈玉，学习了佛法之后，或者是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就觉得自己原来学的专业很没有意义，就是很枯燥。大学如果博士生毕业的话呢，可能很多人要读这个从幼儿园开始算起20多年的这个苦修、苦行、学习，但是到了这个社会上呢，就是确实很多人是用不上。我们这个读书的时候呢，就是有综合性的这个智慧就是进行提升。那么这样的时候，蒙一功学问呢，就是不一定就是用得上你的工作，但实际上呢，你的这个综合素质提高的话呢，无论是遇到任何一个知识，你可以呢以此这个推理，以此类推。想请教一下干部，在你这么繁忙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子能够更好的调节自己的身心，更加勇猛精进的，然后去承担自己的这种责任和义务？只要自己有一口气的话呢，我的这个人生目标呢，就是想多多少少的帮助众生，凡是我有生之年当中呢，尽心尽力的，就是以自己的少分力量呢，就是贡献给有缘众生。希望呢，我们就是经常用自己的爱心、自己的善心来对待所有的人。非常感谢。
愿我乃至生生世世中活得具足其德之善趣。愿我出生立基于正法具有如理修持之自由。愿我能令上师生欢喜，日日夜夜之中行正法。